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们前面要走不插电，对不对？你们今天走，那我们后面稍微要进入祷告的 feel 了。而且因为我们录蛮多青年的那个祷告，所以我们后面稍微给它澎湃一点，好，所以速度可能会唱第一次节，我看状况 ，maybe 副歌2次这样子，好，那因为重点都在后面那个大家祷告了，所以我前面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太好喽，好，那我们就。我前面就是谁，你们唱完我才出来哦，你们。主感谢你，让我们虽然有一些同工他们不在这里，但他们也能够透过事前的预备，一同参与在我们今晚祷告的所有项目。求圣你垂听，也帮助我们今天的服事，不论是在我们现场或是线上，真的都能够让所有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来寻求，也同心合一聆听上帝的声音。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全。再次把自己交托仰望，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姐妹平安，好，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开始今天的祷告会的敬拜。来登耶和华的山，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上我们神的殿。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上我们神的殿。
来到你面前，心存感恩、敬拜和赞美。我们有什么可以献给你呢？你说，我们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让我们一起用与神同行来敬拜我们的神。当我来到主的面前，心存感恩、敬拜、赞美，有什么我可献给我的主？你不在乎金银财宝，你不看重牺牲放弃，有什么我可献给我的主？但耶和华以这时候为神，主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我来到主的面前，心存感恩、敬拜、赞美，有什么我可献给我的主？你舍自己独生爱子，成为我们赎罪羔羊，有什么我可献给我的主？但耶和华以这时候为神，主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耶和华以这时候为神，主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只要行公义，好
有地而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一起用以下这段祷词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引领我们今天的日子，使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平安顺利。我们今日所做成的一切工，求主赐福，不但造就人，也造就自己，更能荣耀上主。今日一切生活上的软弱不足，求主赦免，赐我们乐意认罪悔改的心志，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但你的怜悯施慈爱，使我们享有一切的丰盛。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仍然常生活在艰辛的环境，仍然继续经历到许多伤痛、疾病及困乏，但主耶稣，你胜过世界，
死里复活的能力，也带给我们面对每日生活的勇气与能量，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我们愿将这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献给我们至高的上主，并祈求你引领我们今晚的祷告会。可能我们无法亲自前往教会，但我们相信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主上帝。我们无论在哪里，你必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感谢布里安同工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今天要为很多的事情来祷告。今天很特别我们等一下后面的祷告会呢，我们会跟有很多青年，他们会用特别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今天前面的时间我们要加速不然我们后面时间会来不及。那我们这个礼拜灵修的进度已经来到弥迦书，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用我们在弥迦书非常熟悉的经文，就在弥迦书的6章6到8节，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甚至传道师的那个讲道好像连着好几年都用这段经文是其中一段了听说这个是非常有我们长老教会背景的经文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这次再重新来阅读弥迦书的时候呢，在这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提醒。不过今天我的分享呢，其实绝大部分是2006年，如果你曾经听过周连华牧师在暨南教会的那很精彩的那8场讲道其中1场是特别针对这段经文。那个时候他的整个系列叫做，可能很多人印象深刻叫做时代的呼声。所以这段经文呢，周连华牧师有非常好的一个诠释，我们今天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如果你听过的话，也可以再次来回顾。那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在弥迦书6章6到8节。我在这里用2个版本，我们先一起来读和修版的版本，请。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难道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来朝见他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过犯献我的长子，为自己的罪恶献我所亲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是和修版。接下来我们来看现代中文译本。这也是我们在这几年也很常用到的版本。一起来，请。我该带什么礼物来见上主呢？我该怎么样来敬拜天上的上帝呢？我带最好的小牛做烧化祭献给他吗？上主会喜欢我献上成千只的公羊，或上万道河流的橄榄油吗？他会喜欢我献上长子来替我赎罪吗？不，上主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他要求的是伸张正义，施行不变的爱，谦卑的跟我们的上帝同行。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是5个问句所组成有5个问句所组成。这5个问句在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在这里都写出来了其中前2个问句其实是本质相同。他说我该带什么礼物到上帝面前？第一个，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我要献上什么呢？然后第二个问句是我在敬拜的时候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基本上这2个问题都同样的问题了就是我到底要礼拜的时候，或者是我要带什么给上帝？然后后面3个问题呢是3个假设。他说假设我带最好的小牛来做燔祭、烧化祭给上帝，会是最好的吗？OK 吗？第二个，我献上上千的公羊，或者是像好多河流所组成的橄榄油，这个会是上帝喜欢的吗？那甚至他说，若上帝喜欢，我也可以怎样献上我自己的长子来赎罪。我们知道这个向谁孝敬，向谁致敬？向亚伯拉罕致敬，对不对？这是他们献祭当中最高级，献上自己的儿子。但所有这5个问题，同样都指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什么？这个你是指谁？指上帝。你到底要什么？上帝到底要什么？我们下一页。
他的结论5个问题，就是上帝你到底要什么？然后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很清楚后面那3个接下来出现的，或你说3个也好，或4个，其实3个或4个都不是很重要，然后就在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写法。那3个或4个都一样，最后的目的是要问我怎样可以与上帝同行？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代最想要追求的，不止在这个世代了哈，因为2021年，对不对？我刚刚说那个是这个信息，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周连华牧师的信息的话，2006年这个信息非常的有名。他也在讲，那个时候呢，也是时代动荡的时候，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转变的时刻，我们也在问，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得到与上帝同行这个恩典。这2年世界的变化，就是在各种的动荡当中，我们期待的是上帝同行的平安。人不断在追求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进到这个目标呢？这边他说，这个目标很简单，在弥迦书给我们的指示就是连续性的，不能说连续性，因为连贯性，它必须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你都必须要有的，然后你才会怎样？与你的上帝同行，与我们的上帝同行。要追求的那个目标，前面这3个动作非常非常的重要。行公义，我特别放在这边用2个版本来对照：行公义，伸张正义；好怜悯，实行不变的爱，存谦卑的心，谦卑的这3件事情。然后第4个，你就进入了与上帝同行的应许跟恩典里。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这3个内容指的是什么？这个连贯性的动作，第一个行公义、伸张正义。周牧师他提到2个反省，他说一个是道德律，一个是礼仪的律。他说你要行公义、伸张正义，好像不只是你要做，好像去执行什么公义的动作，还怎么样？是你要做一个守法的人哦。对他来说，你要做一个守法的人，守什么法？对上帝守法。特别他在指的这整段经文，其实弥迦在宣告的，弥迦在对谁说呢？是对非基督徒说吗？对，不是上帝的子民说吗？不是的，这段经文是对上帝的子民。如果我们用在现在的话，是对我们这一群属上帝的儿女、属基督徒们，这段经文是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他在这里说行公义、伸张正义，你必须执行这一个公义。公义指2个方面，一个是道德律，一个礼仪律。在那个时候，他说大部分的人礼仪律不是问题啊，因为我们大家遵守礼仪很 OK， 可不一样呢。后疫情时代的时候，各位在线上的各位，礼仪律对我们怎样？充满挑战，对不对？我今天去开一个中会的部会，然后绝大多数的牧者都在谈。现在人都回不来教会哈，那到底人回不来教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哦？我们在网络上，然后他们提到现在整个直播的状况，然后教会没有办法直播，或者是教会有直播，这背后呢所要面对的问题又不同啊。然后整个弟兄姐妹已经习惯在线上可以搜寻到很多的信仰的资讯，可是信仰追求不是只有在这里，你的公义不是只有指外在的公平正义的这个行为而已，这个也是要，这在道德律里面非常重要。他说，道德律里面你的标准不是社会法律的标准，我们的社会法律的标准是最低标准啊，所以所有的法律的限定都是为了执行最低的道德。但是他说，我们对自己，我们必须要求的是在上帝的道德律的标准底下。所以他说，最重要在行公义这件事情、伸张正义这件事情，你对待任何事情，你的标准不是在一般社会法律的标准而已。他说，那这样子我就不算亏欠他啦，那个地的界限就是怎样平分，只要地震一移动的时候空照平分，就你越来越大，别人越来越小，不是呢，按照上帝的道德律的话，可能不是这样啊，可能你要回去看什么？以前那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什么东西很重要？转型正义很重要。
对不对？你就不能小看过去发生的事情啦，你不能说那过去了跟我无关，好，没有，在上帝所放的那个标准底下，你说是我这就那跟我现在那个现在只要欠钱呐、我只要切割那个叫什么遗产就是那个继承，好继承切割继承，我就不具这些法律上的义务了。但是在上帝的道德律标准怎样？可能不是这样。行公义、伸张正义，指的是那一群我们这一群属上帝的子民。你不是用社会的法律的标准来检视你自己，你必须用上帝底下的标准来检视你自己。那我们就要问问我们自己了：我的良心标准是设在法律的最低限度呢，还是我作为一个上帝国度的子民？我的良心标准是在上帝国度的标准里，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回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来看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些事情？特别在各种的阶级。现在的社会大部分没有阶级，然后就是特别台湾，我们也没有贵族，或者就是没有像英国这样皇室。可是我自己来自排湾族跟卢凯族。我们是有很明确的社会阶级的哈，所以你们平常在教会都说 V 姐是不是头目啊 ？V 姐是不是贵族哈？拜托不要害我哈，尤其线上的各位，回到部落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叫我，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你们叫完的时候，我的家人就要后面听很多话了哈，不是就不是。连Vavoni这个名字，对不起，这是平民专用的。你讲说Vavoni哦，听起来好像很多人说听起来好法文哦。对不起哦，你回去的时候要结婚的时候，人家先问他叫什么名字，叫Vavoni，好，排到后面，因为什么？没有地位啊。哦，这是一般平民的问，像贵族有贵族专用的名字哈，所以像那个。阿瑞呀，你如果听到什么人啊，这个都是很大的、很大的头目，所以在结婚的时候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老人家就会说，哎，赶快，就会鼓励这个家中有男丁的，赶快去这个认识他，这样哈。阶级地位很清楚，可是，在我们一般社会，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但我们这种阶级会存在哪里？还是会有的，对不对？我们的出身啊，学历。甚至是什么呢？我们的收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不会有这种阶级呢？在教会里面最不该出现这种阶级，可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就会发现阶级存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礼拜天也要出现咯。我这2天听到很多教会在分享他们的这个长职改选，这个挑战就出现了。这个阶级呢，可能不一定是在社会地位的阶级，很有可能是在各个层面。我不晓得他是第一代基督徒，还是他的家族，还是他的什么？那个阶级在我们当中，他是老士林吗？还是他是新来的？我们在看的到底是什么？上帝看的，上帝希望我们看的又是什么？那个道德的标准。道德律的标准不是在一般社会的标准，必须站在上帝国度的标准。所以他在这里说到的道德律、礼仪律，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产生因为疫情而产生的很多我们当守的礼仪，我们逐渐省略它。虽然礼仪不能得救啊，可是礼仪却是我们与神同行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关键。它终究还是一个你能不能够亲近神很重要一个检视的标准。我们看到这些，他说你要把这些都放在谁的审判底下？放在上帝的审判底下。是把谁放在上帝的审判底下？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审判底下。这是我们看到弥迦给我们的提醒。他说，第一个行公义、伸张正义、公平正义，那就不用讲了。我刚刚已经提过很多例子，但是那个标准是要求我们自己，要求我们自己。第二个，好怜悯。实行不变的爱，他提醒到我们是一个尽心尽意尽力追求上帝的人，我们愿意尽心尽力尽性的爱主我们的上帝。可是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尽心尽意尽性的爱我们的旁人，爱人如己？哪一个会比较困难？
我想我们每一天都愿意追求上帝，这个没有问题。你说对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子民说，你愿意更多的爱神吗？我们都说愿意。好，然后第二个，那你愿意更多的爱你的家人吗？先3声，对不对？点3声，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好怜悯，实现不变的爱。追求上帝，追求属灵的高峰，追求更多的在礼拜或者是在这个信仰经历上更多经历神，我们都愿意。对属上帝的子民来说，这太容易了，我们都很愿意追求。问题是叫我们在那属灵高峰之后，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对不对？耶稣带着门徒进到橄榄山上，在那里遇见了上帝。哇，有一个属灵高峰以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下山，回到那群已经烦死他们的人旁边。他们没有留在那个属灵的自嗨里面。属灵的自嗨啊，爱神，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灵性的成就、灵性的满足。可是那却不是终点，终点必须回到谁是我的邻人。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谁是我的邻人？我又是谁的邻人？谁是我的邻人呢？撒玛利亚人的邻人是谁？而我呢？我又是谁的邻人？这是很重要的提醒。那个不变的爱，不是在对上帝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在那一群让你已经烦透了，可是甚至是很不喜欢的，你很讨厌的，他在这边提醒，谁没有基督的形象？马太福音7章31到40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读了。这段经我们很熟悉，是指你在谁身上可以看到耶稣？耶稣说，到时候时候到了，我要把你们分两边。哪些人是要被分开的呢？没有认出我来的。那谁没有认出他来呢？在马太福音7章，我们知道这个例子，对不对？他说：“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水喝；我没衣服穿，你没有给我衣服穿。”你说主啊，我什么时候没认出来？他就举这例子啊。那如果从这件事情上来看的时候，谁没有基督的形象？那个你很讨厌的那个人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那个你已经对他觉得忍耐到极致的人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也有形象在他身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不是我的邻人呢？马太福音10章更进一步要求，你不要说我做不到，因为他说一杯水，你连拿一杯水给他的力气都没有吗？如果我没有水呀，上帝给你水啊，你只需要做什么？把水给他而已，这个动作可以吧？好怜悯，实行不变的爱，不是指我们爱神的那个部分而已。最大的挑战在于那些我们看在旁边，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那个疫情期间一直在那边跟我消耗能量的家人，就是那些已经跟我耗了很久、没完没了的看不顺眼的人。在这些人身上，我有没有办法实现好怜悯、实现不变的爱呢？这是第二个提醒。我们要怎么与上帝同行？第三个，存谦卑的心。在这里，周牧师给我们的提醒是很简单，他就讲一个，是你去跟上帝同行，不是上帝跟你同行。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对不对？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林肯总统也做过类似的祷告，对不对？你不要说上帝你站在我这边，你必须站在上帝那边，不要搞错焦点，搞错主持。终究是我去与上帝同行，以至于在这里讲的存谦卑的心，是指我们内在生命的品格，我们内在每一天的生活里，你都要学习去跟上帝同行的话，你就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什么？更多的拿掉自己，更多的没有自己啊！以至于我不想，可是没办法，我去吧。不是主来你这里，你去主那里，你去上帝那里。他说很困难，可是这件事情也不是不能做到，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不行，但是主帮助我们可以。
如果今天耶稣没有道成肉身，这位上帝没有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曾经向我们展现一个与上帝同行的可慕的生命的话，是很困难的。但是耶稣已经来过了，而且他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诱惑，胜过我们人性当中最困难的那个面，完全的舍己，把自己交出，让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全。这3个连贯性的动作，最后带出了我们这个世界所祈求的，与我们同行的那个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与上帝同行的生命跟生活。这是在今天的信息里面，给我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在弥迦书当中会看到弥迦借着3次的辩论，对不对？好像审判官一样，有3个段落在审判这个以色列人。但我们会看到弥迦一次又一次的，在这些上帝的审判的信息、责备的信息，也同时带出安慰的信息当中，弥迦都会做出至于我、至于我、至于我。然后最后他说：“上帝要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面对我们的信仰群体，面对我们的生活实况，面对我们追寻天路的旅程当中，我们会面对到很类似的情境。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可以吗？我可以做出那个不同的吗？我会不会太白目了呢？”我们那天要送安迪去当兵，对不对？然后呢，就听他们在讲那个部队长官提醒的话。那我那天听到一个就说。统称然后不管当兵几年的，然后什么年代的，都讲一句话，就是什么，不可以那个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说，就是不要白目就对了哈。他说你在部队呢，你就是不要出风头，不要白目。可是，在信仰道路有的时候，在信仰群体当中，做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的人，有的时候你还真的要这样。还真的要白目一点。求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有那种勇气，是专一的来跟随神。等一下我们要来为很多事情祷告。在祷告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唱我们呼求这首诗歌。然后我们等一下为很多的事情来祷告哈。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呼求。用这首诗歌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祷告，愿上帝的公义怜悯，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降临，然后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个人之外，也成为合神心意的信仰群体。主，我们如今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转离所有的恶习，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复生。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圣灵的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国家是属于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
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的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这是我们一起用这段祷词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愿与你同行，我们愿与你同心，与你同工同住。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健康的身心灵。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邪恶之念，使我们在属灵征战中成为一个得胜者。亲爱的父神，今晚的祈祷会，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亲近你，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默想你的慈爱、恩典与荣耀作为，帮助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至诚的感谢、赞美，更做出真实的反省与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几段代祷的事项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为全球及台湾疫情的稳定祷告，为疫情控制持续稳定平缓，为各行各业的复苏及社会安全，为执政团队有智慧。我们知道最近在世界各地的疫情也是开始有这个升温的迹象哈。但我们台湾真的是感谢神哦，在外面也一直一波又一波的升温里面，我们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清零哈，或者是说减少的一个状况里。感谢神，让我们的执政团队能够付上这样的一个努力，也求上帝保守不止我们台湾，真的让全地都能够尽快的恢复安全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请台丽来带我们做结束祷告。是我们来到你面前，在这我们现在疫情的挑战一样，求神你亲自带领手，我请你到上帝的面前来去，有神你的恩手，我们请你入住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掌管健康的主，感谢你，让台湾在许多人的努力付出下，迎来好几天的本土确诊，让台湾的疫情逐渐趋缓，但全球仍笼罩在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中。求你赐下智慧给各国的掌权者，让他们能够再想出好的应对方法，也赐下顺服与同理在每个人的心中，同心为着疫情的趋缓来努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我们的祷告词他们都有铺在上面哈，所以如果你需要他的祷告词，你可以截图。第二件事情，我们特别为接下来10月3号，10月3号在我们教会的长子改选来代祷。我们看到这里有教会长老授选的名单，这是我们长老授选名单，总共有12位。这是我们的执事授选名单，总共有几位？14、12、13、15位，15位授选的执事名单。我们为这些授选的长老执事，求上帝圣灵亲自来感动，也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特别我们全部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合一，在这几天为接下来能够一起来建造的同工，求上帝按着他的心意来带领，来为我们预备合适的人。我们就同声开口，一起为这个礼拜天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不论是圣礼点
还是我们的和会，最重要是我们这次的长子改选，求上帝的手在当中亲自来引导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等一下我们会请明刚带我们做结束祷告。至高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到你的跟前祈求。我们深信教会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本周日的长子选举，选出那合你心意、忠心又良善的众仆人，来参与在你建造的计划当中，也帮助我们适龄基督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与合一，能够敏锐到在这样的季节中我们所需要的教会长老与执事。我们特此在此为每一个长老候选人祈祷。我们为了黄百佳、杨晴妹、郭美玲、陈旭燕、李俊信、林嘉荣、林素云、林嘉珏、陈丽娟、张仁义、杨佳琪、郑燕平，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感动与带领，让他们每个人能够回应这样一同牧养群羊的呼召。我们也为了每一个执事候选人祈祷。我们为了何姿玉、林嘉荣、林中德、陈诗哲、陈丽娟、杨佳琪、江秀琴、李玉娟、高有志、许仲轩、陈义安、陈小平、黄燕世、杨永林、陈淑璇，真的是帮助他们在服事的道路上继续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建造基督的身体，让你的名在适龄基督长老教会的各样事工中大显荣耀。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接下来为身体欠安的心灵忧伤的会友来代祷，为我们身体欠安的肢体以及在心理忧伤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上帝的安慰医治领导他们。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再次来到你面前，为我们所生病的肢体，求上帝的恩手能够在他们当中实行医治，实行拯救。主是你的爱回应着他们各样的一个患难来隔绝，乃是能够超越一切，将你的医治带到他们生命当中。这段我们请义璇来带我们做结束祷告。求主保守那些身体心灵正在忧伤痛苦中的人，仍然能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安慰，让他们即使身处在巨大的深渊当中，仍然不忘记有一位神在他们身后，日日夜夜都看顾着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继续也为我们教会怀向1对1的事工，为所有在进行1对1服事的这些怀向的同工以及他们所授课的对象，我们目前呢有好几组的人在进行哈，特别我们被服事的对象将近超过7、8位哈，所以我们求上帝特别恩待，持续还会有人数的增加，特别在今年的圣诞节，如果他们能够有机会也领受恩典来受洗，我们求上帝来开路，特别为他们的工作，求神自己来守望，有圣灵的工作在当中来感动他们的心代祷。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也再次来为我们所怀向的工作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上帝的恩手能够赐福带领，让他们在进行的工作里是神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上帝。因此有圣灵的保守，让一切都尽都顺利。为每一次的服事，主他们免受一切恶者的一个干扰，我们也仰望在你面前。这段我们请属灵来带我们祷告。属灵，亲爱的父神，谢谢你的怜悯，赐下独生爱子耶稣，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唯有你的名才能使世人从黑暗、死亡、恐惧里脱离，并且迈向光明。谢谢主，使用我们成为你传福音的器皿，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使未得救者的心回转归向你，得着新生命。
谢谢主的恩典与慈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接下来为团契及小组能够更有效的陪伴福音朋友及契友，在我们教会进行的许多外长的工作，包括社区的工作、据点的工作，我们求神赐福，让这一切都能够是有效的来带领这些人归向主。我们也为每个礼拜二特别外长这个教材小组的编辑，真的需要上帝的恩手在当中，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耗心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是在主里是有意义的，所以也特别为这样的工作来上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这一段，我们等一下请养浩带我们做结束祷告。是我们在这位所有的团契小组以及我们所有社区的进行的工作、据点的工作，主让这一切的事工不是做人想做的，乃是真的能够带领众人有机会回到你的名下领受救恩。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主也加添力量在所有的同工身上，特别为整个编辑小组有智慧，能够完成你所托付的工作，我们也再次仰望。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让教会拥有许多的小组与团契，契友们能在其中被造就，也使同工们有爱心的来陪伴福音朋友，让他们一步步的认识真理，在教会中得到好的归属。也为着每个礼拜二在编辑外展教材的同工祷告，求主你加添力量与智慧在他们身上，不仅有效率的完成，也让这些教材能成为符合你心意，让更多人来认识你的工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接下来我们特别为社青，我们教会的社会青年，为教会所有的社会青年各方面他们的未来，不论是在职场，特别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情感生活、未来的婚姻、家庭，还有他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里面，求上帝赐给他们正确的眼光，也赐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勇气、力量，让他们持续的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领受丰盛。我们同声开口为每一个社会青年，为我们教会的青年们来祷告。这段我们等一下请嘉安来带我们祷告。再次把每一个青年的需要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相信是你的手在这里面继续成为他们的上帝。主，让他们不是走在世界的声音里，乃是他们能够辨明成为你的羊群，聆听牧人的声音。主，也让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满足，好叫他们因为在你里面有所连结，他们就能够。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将所有社青交在你的手中。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工作各种生活的忙碌与烦恼，而与天父你越来越远。求主带领我们，不管是在信仰上、工作、职场、感情、家庭生活中，都能有好的平衡与调试，帮助我们能时时与主你亲近。愿你保守所有社青，无论处在什么境况，都能深深感受到你的同在，且满有平安。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接下来我们也为学青、为学生的青年、为每一个在学校的青年来祷告，求上帝保守他们在这个学期。有一些是新的一个环境、新的班级、老师，让他们跟每一个人的关系是良好的，并且他们能够有好的身心灵状况，来完成他们在学生时期应当完成的一个功课。我们同声开口为每一个学生来祷告。这段我们也要请瑞奇等一下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可是我们再次把每一个学青也献上感谢，让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期，他们有机会能够回到学校当中。神求你赐福，让他们能够在学校的环境成为一个做光做盐，并有在各方面不使人小看他们年轻的人。愿主你与他们能够赐给他们足够的恩惠，赐给他们敬畏神的心，好叫他们行事为人能够得着人的称赞，也得着神的喜悦。更重要是在他们应当完成的任务上来完成他们的功课。我们再次把每个学生仰望在你。亲爱的主耶稣，小孩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能实体到校上课。虽然开学的方式比较不同，但你仍看顾保守我们在面对新的环境和新同学的相处上面，一样有神的带领，不会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与我们同在，
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感谢神，我们虽然这么多的青年，他们都不在教会，他们可能在明刚在纽西兰。瑞奇也还在学校，他们可能都还在各自的岗位上，但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也愿意为教会，也为各样的需要来代祷。最后，我们特别也为几件教会的事工来祷告。我们为明天陈俊明弟兄在第二殡仪馆举行的告别礼拜代祷，求主能够安慰所有的遗嘱，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参与服事的，还有我们一同礼拜的弟兄姐妹出入能够平安。我们为10月份许多教会重要的一个事工，长执会长的退休会，各团契事工都在进行新的事工的新的年度的一个事工计划。我们求上帝保守赐福每一位新任的会长与他们的同工都能够有好的一个智慧跟讨论，有同心合一的心。我们也为预算审核的会议的预备来代祷，也为10月24开始要做的这个学道班的开课来祷告。我们也为10月底我们会有培灵会，邀请赖鸿庄牧师在我们当中的讲道来代祷，为这么多的事工，为我们教会正在进行这每一件事，都求上帝他的恩光能够在前头引导，也为我们开路，赐给我们同心合一的心。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父上帝，我们在这为教会的每个需要，要放在你前，是主，你真的也知道我们自己真的很想你心，上主你的手指，这样的一个生命，全让我们这一切天父上帝，我们再次为今天晚上的祈祷会献上全新的感谢。主，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里，我们很多的生活聚会的模式受到挑战，但上主不变的是，求你帮助我们，仍然如同弥迦所提醒我们的，能够成为一个执行公义。那个公义是主，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标准底下，被你来检视，愿意成为一个好怜悯，能够持续用不变的爱来爱神也爱人的那样的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持续在这个社会成为做光做盐的。更重要的是，主让我们在每一天舍己，谦卑的去与我们的上帝同行。主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在这样的事上，我们决心看见是主你的十架在前头引导，世界要逐渐的成为在我们后头的。父上帝，我们有那么多的事工，有那么多的计划，但上主，这是你要的吗？你要的是什么呢？主，你已经向我们指明那你最想要的，那良善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去追求的。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借着弥迦书所领受的，也借着这么多青年在他们岗位上深刻、深切、渴望的为教会的祷告。主啊，求你悦纳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摆上，让我们不是只有立志，乃是我们愿意在每一天都做出那不同的改变。主，实在是困难，但因为有你，因为你胜过了一切，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得胜。求你帮助，让我们今晚都领受这份恩典，持续在主你所呼召我们的路上坚定的与神同行。我们再次为今晚的祷告会献上满心的感谢，求神你的恩光在前头继续引导我们的教会，特别为着这个礼拜天我们的长子改选。主说，天父真的是求你的手就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祈祷会要停在这边，愿上帝赐福带领保守，也让我们今天所祷告的不只是今天晚上的祷告，能够在这几天我们持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复的咀嚼思想，也放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里面。平安。